晴儿何事？相公有所罪，这是三太爷来访。快与我相迎。是。有请左大爷。我已不请自来了。奉敬老爷呀！左大爷，我是晴儿啊。子三兄，奉敬老爷，老总，小子。三兄与你好久不见，思念深深。今日到此，是小弟喜出望外。多人挂念，不知领导老夫人可好？强母十分讲解，不知师兄夫人可好？托福。今儿与周大爷备茶。买。我下得罪来，滴水不进，非待口渴。而且我腹中饥饿，与周大爷备酒菜。好，这才尽量秉旨之道。不过我来得匆忙，别人打来苏州土菜，到时候先讨着你这杭州酒菜咯。孤教阙语何必客套？再亏。好。周兄，今宵与你来个不醉不休。好，对吃心头万事事，阳光不歇最要知情。小嘴呀，请人做小妾，此就是为。那么你的婚子呢？此君刚腾玉。哦，有空不着家。还没有茶楼啊！我快呀，一定是月老大意，因为不让把你的名字放弃了。依我快呀，你外子到五台山，下发为生水了。哎呀，周兄，你休得取笑，请。哎，小子，这花酒福去，何不台上一曲，一足酒席？好，今儿去琵琶来。不知周兄你细听何去？我对诗书不精通，细听真谛。哦，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对女友弹琴了。呀！好了，休在别离，夸抬来。哎，周大爷，我还是将我的相公谈一句，早点出山，可好？好。好了，呀！真是玉佩混子，为是高赛流水。抬得好，抬得妙，抬得好极了，抬得妙极了。献丑啊，是献丑。哎呦，小子，快离哟！避害就义，追
红丝胭脂粉，外包琵琶配子脸，不像女儿是美人。周大爷，我在想讲本来是成最美人。晴儿，这最美人的药是从哪儿来？小贼，你倒说与我听听哦。第七则要嘛，门铃急急鸣，门铃，相貌与我的欢迎，家母儿是张张正，手上陪伴玻璃风，他11岁上传中兵，亚瑟不要命归阴。只因家母4年生儿，终日寡欢离不定。嫂嫂她见我这的是貌相似，就将我乱扮女装来骗娘亲。从此以后出了名儿最美人，30传调最成。来扮女装分夫妻，此事令人不痛心。都是文凭夸大看，你满身长也难分。一见是人须，你可不爱当场拜美人？一路老多真算一关条脸也是3根，心愿意。凭你这双情字眼，我列在你眼里看不清。不要神，你在已经快得清，哪怕在神经之中，也要将你好，今夜争锋元宵，假使灯火辉煌，有神使者，老周，你可管在成军之中一试。这与何来？有个地方。3月的，好，3月的就3月的。老周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我改版而进来。哎，小嘴啊，我说陈出的皮怎么样啊？莫非老周有意当赌？东部小小东道，粗心粗心。好，你要赌什么？本命100两，死了可不能浪。情愿结账。好，老周，今夜3月台上见。小贼，趁早配好，东好起。
的在什么地方啊？朱大爷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呀。哦，这里就是谁有的呀？好，我们就等在这里啊。晴儿，晴儿，你家相公来拜女长，做大业务认得出，还是认不出啦？依我看啊，就这神。好你了，好你了，就认认得出，认得出。朱大爷，我的话我们讲完了啊，那你讲啊？依我看啊，就这神不出。好一简单。朱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不要说你朱大爷，就是我家老夫人都认不出来。何况啊，朱大爷，你这眼睛又不大方便。晴儿，你与我抬下去快快，接你家相公一刀，就来告知我啊！朱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。哎呀！你谁他多，你总比我好些吧？哎，去！你把我认出来呀，从中有赏。谁要什么伤？哎，我还是江水神不完，是故事配下宽灯去。晴儿一言来提醒，满道海路心不离，谁推起身子上？轻轻用，真会真，天生一双情思念，怎能生出这份病？一块切早停了心，叫晴儿陪下先去。定是小嘴来。晴儿，晴儿，哦，晴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位大嫂请了，请了。哦哟，毕竟黑龙江女人，倒也也得像赛分。嘿嘿，待我开他的玩笑。这位大嫂，你可是在找人啊？找谁呀？关你什么事？怪不是来找我的吧？找你？嘿嘿，是啊，我在这三月台上等你多时了。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哎呀，心照不宣，不曾独立明白。不是。你快说出道理吧，不分不往边道，咱母女年纪老，总管举牌听不上。哎呦，不来想我，总管举牌我不
老弟，我婶婶你啊，你不上身我啊，我不上身你呀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这里谢过了。谢什么100两银子啊！ ？100两银子？哎呀，大丈夫数就数，赢就赢，不要装糊涂了。来，100两银子拿来。你这个人真是疯了！我疯了，也不放过你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要交上了。嘿，你交上，我还是要100两银子。来，100两银子拿来，100两银子拿来。哎呀，100两银子拿来。娘子，不了这个事，你这他在大明王中之下，经过调戏。省车省粮，误会呢。娘子，你是误会了，误会什么？我在他命里，娘子，我们还是快化灯去吧，去吧。谁能生出你就是男人嘞？谁是男人？你是男人啊？你这什么眼睛啊？连男女都分不清楚。瞎子吃黄灯，个人心里有数呐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100两银子拿来。100两银子？哎呀，你畜生！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让我走！哎，让我走！哎呀， 100两银子拿来！哎呀，100两银子拿来！娘子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他是我乱办一张，我要我100两银子，还拦着我不放啊！看此人躲躲藏藏，绝不是什么好人。看你干的好事！这位神叔，方才是我不对，神错神了，神错神了。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一条桥。对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一条桥。看我今天烈焰快快！那，这位神兄，你看，我年近不比，君子同款不同岁，还请原谅，还请原谅。哼，君子，你算什么君子？走，带你见官去吧。这位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外人，你去放了他吧。对，这位大姐说的对。好的，我们快点去吧。下次再犯，绝不清场。就不清楚，我们关灯去。多谢这位大姐为我解围。不必客气，下次宽仁，可不要是此路嘛。不可能吧？这个小嘴，他怎么怪不了呀？这个小嘴。
我早就来了，只怪你认不出来。莫非他就是？不可，不可！杰出之际，引以为训，不可鲁莽，不可冒失。他没有人看，带我记上去。外围出来传家的，不对，不对，他万不与人称，老祖这公道你是定了，待我再记上去。我念到哪里，你记到哪里，你究竟说理哟？咦，三月台乃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我却看不得。哈！你快，算我做紫伞，到美。做紫伞，莫非你就是苏州他米丁丁的做紫伞做大爷呀？正是。哎呀，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啊，失敬。奇怪，请问姑娘是？周大爷小女子家住在清河房，想得浙江一座江，弟弟开设头店，妇女相依都是光，只因我容貌像醉相公，醉家门中常来往来。你就是头夫的？哎呀，徐大呀！难怪是吃面肉呢。周大爷，方才小女子言语当得，万千原谅，小女子这想背离了。不知罪。谁说我的眼睛不好啊？这次我就没有认错人。咦，周大爷，为何不见周相公同来？他即刻就来，徐大姐啊，你时常进出他家，
可见周相公来拜女人啊！哦，你是说周相公他乱扮女装啊？对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三明四八啊！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敲锁掌。他头上发髻与我玩，上梦之花是我插上，一帘脂粉与我抹，两条绿眉是我画上。上下衣裙与我穿，珠玉佩冠是我戴上，莫说香菱神不成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辨我与王嘞。我与你测试了吧，既然今日拜女装，要我当面陈情上，只因我年纪不便当，恳请大姐来帮忙。少得他人到此来，请你对我言讲。这种事情我不管。谢大姐呀，是人员从中有戏。你嫌我什么？我嫌你领子生良，一言为敌，绝不食言。好，哎呀，徐大姐啊，你既答应了，就该实质帮忙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只要坐在这里两眼一闭，我就知道周相公他来与不来。哎呦，他还有个套本领哦！哎呀，周相公他来了，来了，在哪里啊？他就在台前，台前。哎，我怎么他已经上了台阶？上了台阶哦。哎，在哪里呀？我怎么他已经靠近你的身边啊？靠近我身边？哎呦，我连个影子都没看到他。老总，小弟我就在这里呀。最美人的呀，真是当之富贵，当之富贵。老总我跪拜下风，跪拜下风。哦，老总，那东道你死了？没有啊，
你老总，你死了！老总。王老回来了！小弟们，看，挑几个漂亮的姑娘，借她也抢为夫妻。是。娘子，娘子，万岁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且慢！哎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强抢民女，万不与我之甚！哎呦！妹当无辜最美的美，妹儿与妹说不出来的美。大爷真是终于了得我们抢他回去。慢！这！我要你们同心，不要想歪了姑娘。放回去，放回去！哎呀，放了他们！哎呀，走！娘子离婚，娘子快，我们回家。啊，姑娘，不知姑娘姓什么？喂，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？去！我啊，姓许。姓许？许什么？我叫许大。许大？哎呀，许大！这声音好似雷浪风雨。姑娘家住哪里？请我房。为我一个人管得。我娘与表兄同来。表兄弟，他关灯再上了。姑娘，不必害怕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城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姑娘，不必担心，明早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奴家不去。不去也得去。王彪，将姑娘带回府去。走。相公啊，被我老夫抢走了！
小十三文，回头一看，老怕想你是走进了和尚庙，四大金刚也做到哎呀，美死我了！哎呦，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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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老夫杀心高照，理心强，醉翁里有意与他去开玩笑。大爷，民间女子冒翠楼，大爷不必太夸耀。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天赐良机他凑巧，三月配相恰巧，元宵灯。我与你从此配成鸳鸯，哎呀，夫唱妇随，哎呀老逍遥，哎呀老逍遥。说什么从此配成鸳鸯？我看呀，老夫要变为张王。大爷家父全是到位，弟弟为官才当朝，我母亲身受凡山来高峰，都天把才呀公分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忙中叫哎，吃的是龙光，穿的是凤袍，吃的是高楼，管的是王家，一时呢靠在莫有个见思绪，今生叫他好运大爷呀，我家的来你家宝，梦王走起是配我了王。最说父母做事没差异，强我的终身早配条。就是呀，我丈夫我丈里面复读啊复，上次这样是团娘。小小东府何子老，送喜林子把婚事了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爸，他也去唱，你呀去唱，怒上身为同胞。你这边他把婚退，他对着你耳聋手一拉倒。啊，把我当知
为行事找上门，我送他机关去说了。嘎棍嘎，本子考，啷啷一个连条头上头，管他3年，最终就叫他一命明朝。黄表才话吩咐下去，挂灯节这摆酒食宴。啊，我万语王。哎呀，你怎么有这么许多话要讲啊？我在府里嘛，你还要我在谁里？快讲，快讲呀！唐贼城里谁不晓？他爷的名声不太好，人人称你是王老五，你见女子就偷了宝，可是你当心思皮，我许他嫁了你怎要受一口啊，美人儿啊，许大姑娘多情公子望天宝哎，天上菩萨也知道哎。君子是人生老成，从不上访哎呀草哎，身心天天都温润。我发不来不拿钱呀老哎，你咋当我万岁？你真与这样好？那，你要是不行呀，来，你问他，我家大爷说的对，常言道：眼见是人，耳闻是虚。你要是不行啊，那我当着你款哦。大爷，你俺大的不敢想。哦，干嘛从来不。哎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？女人干嘛去喜欢这一套？听我龙刀术，这个道理常是。万语王，哎呀，谢白当这讲话，谢将王后背堂，谢白当这讲话，谢将王后背堂，谢白谢当，将王，谢白当，谢白当。你讲，是。许大家军在不好，刚上礼上自小。大爷正要帮我讨。
精神，其实兄长他都知道，正月15出远门，半路一定为女强盗。正月15坐万船，海上一定要起风暴，上山要落花家人，过河要断头莫脚，马蹄中年长把草，烧要被天火烧，生女长大要乱大，哎呦乱大都要进苦苗，成亲更是不得了，新郎子对婚烟花，谁家出进不到三丈，哎呀命送条啊！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，关于咖喱啊，是有些怕生。那你之间呢？银幕之间要等明早。那今夜呢？今夜你先派人送我回去。那明早呢？明天你再派花轿前来迎娶我啊！你先到东乡王子说一下。明天就是你的夫人了，我谁要他们们，我是让我回去。静呀，你先到我妹妹郎中接受一下。你妹妹，哎，我妹妹。她妹妹秀云上大桥，昂嘴才女才不响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过媒，王老夫他种种把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之今有这弯桥，今为相梦才今姑娘，你看可好？哎呀，只怕是有些不便。明天你们就是过少两月，什么不便？王彪才早得是宋姑娘，今日小姐归来。宋姑娘请小姐归来。
计他一上来了，什么时候他来做什么？妹妹啊，妹妹啊，哥哥深更半夜来此做甚？妹妹呀，有一位姑娘要向妹妹介绍一下。定是他又将两家女子抢来。鸟语哭，成语家，为什么要向我介绍？这妹妹嫂子的事听说不已，带我去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呀，婆婆放在去观端灯，几位姑娘通通听听好放心。婆婆心中红红，举上千句恩爱言，说是两兄妹关灯走上上，为强子路真不听，我的配人送他回，我来一声陆大爷，因此他自己想，上来两人放心我看你呀，是我背上的心，有些靠不住。我啥是把她抢来嘛？为啥要送她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？你说呀？你说呀？哎，等你了，等你了。快来见过小姐啊，见过小姐。即使是就让他来说在此。哎呀呀呀！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！来，走走走啊！哥哥，哥哥，时候不早，你可以下楼去了。妹妹呀，她是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多照顾照顾她啊。咦，哥哥，你怎么玩不走啊？妹妹呀，妹妹呀，你千万不能让她过这么一句。哎，明天一早我来接她，我来接她。兰香，送他也下楼去。兰香，此后这位姑娘，高望安心事，娘谁来？
且小姐王宗登府离席，莫非他万不与万岁？听他叹息什么？怎能去的？是，反正我心
个人也不想安生。姑娘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啊，这岂不是要打扰了小姐？不妨事，请说。是。哎，啊。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呀，山远路远情不近，彼此养育山儿离离，情路放开头无边，早把叫做是朦胧心啊，我就是大年十八，紫金上的开红玉。小无曾将少理你，生娃不怕难为情。一层光阴一层情，曾经斑马曾光阴，瓜子瓜，不过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陈老子家母生想你与我一般了，可见得年轻才不惜你情深。他说是在情路旁，让我来当金最文明。姑娘来。姑娘啊，起个房子多好地方，你可知世上多少雨莫非他欲把我来当亲，让我来难他一难再生病。小姐呀，东边是个朝上院，西边是个金将军，南边是个升天官，北边是个李大人。朝鲜生理，心是内心最定。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他为何不将手扶推？我曾言相分，啊，难爱为情。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户人家？姑娘，那少先生里的配面呢？哦，后面。后面这个荷塘市，前面这个陈川里，中间这
还有一家。还有一家是哪一家？你快说呀！这个有好人家，江南才子最当兵。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无一不知。姑娘，那么这份饼它怎么样？像我这份饼啊，像你这份饼啊，我说错了，我说我想这份饼啊，你呀，他虽是满腹文章才是情，婚姻还是强不人心。宽中上书千金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。谁知小姐团虚哟，言她家境太清。因为我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她婚姻不寿旧恨，一场大病就上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瘦的像个苦树根。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算是啊，不，打算是理有风声。没有事，哎呀，没有事。完好是完好。姑娘，那么后来怎么样？哎呀，难为情，我不说。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这门兵不在宽中啊，坤中他几次托妹来求情，他几次托妹来求情，你的爹娘可答应？我爹娘一听心欢喜，马上端口受答应。那你是几年？我啊，咱们家的周公子，好比是看我你当年在心，定下今年3月3，吹吹当当开过门。啊，
金儿不穿针，金丝衣不穿针，把这去不插花，不带款，不多金丝不作文。等到今年，老呀老，口口滴滴，去着空咦，小姐，你怎么听了我的婚事，反而流起泪来了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。小姐且慢为我高兴，这婚事又变了。婚事有变，我昨夜想有一程，这对姻缘多相称。你说什么？我昨夜想有一程，这对姻缘多相称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大家母，乘凉一场望山城，将来过去是难道的，万事成朝莫成亲。真是谢天谢地。咦，小姐，你怎么听了我的婚事不成，反而去欺天地来了？莫非小姐，你也有爱周相公之意？小姐，你既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托人传见诉衷心。可是无人传见，我倒是愿意代为要郎，总不是家娃。姑娘，此事你可千万不能与旁人失去哦。谁看视频绝不话说。哎，姑娘，你可千万要亲手交接周相公。好，一定送达。多谢小姐心生你是何人？小生须是最分明。兰香，兰香。小姐，且慢上帐，且慢上帐，请小生慢慢讲来。你讲，你讲。是。正月正午是元宵，人山人海闹盈盈。我与好友来当都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。这为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作媒家人，强人妇又成全我千年
年万女难脱身，他把我强掳小姐的闺房来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作成。慢嘞，慢嘞！小姐千万不能去，去了反而乱事情。小姐既然问兵问姻缘，王秀英，今朝归来悄悄回，也是因我有缘分，可今宵大头呀。了将你弄一片千真万确，真是小生。即使是我这里追公子4个月份，你何不当场写诗也是？好。小姐，呀，姑丈是真相公。小姐，你我既然真心相爱，
今夜正是明月当空，你我不对于盟誓，一表忠心。小姐。王庙，王庙！大爷，大爷，天都快亮了，怎么车灯还没挂好？大爷，此事没有禀告老夫人，我怕什么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好，那我去雇花轿发喜帖。哎，回来！哎呀，雇什么花轿发什么帖走啊？大爷，你昨晚不是答应那姑娘到花轿全副一场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大爷我这花言巧语骗到水的道理。大爷手段真高明。大爷，哎呦，大爷，外面有人求见，今日司马一个不见，他是苏州才子做紫砂。做紫砂，此人刁钻解卡，啥事难弄。今日上门，一定有事去。我不见。不见。哎，远道来访，岂能不见？谢谢闭门羹，再迎相见礼。怎为是？苏州做紫砂是也，哦，请问阁下是？杭州王天宝。哎呦，久仰，哈哈，左兄大人久已莫名，今日光临万岁，欢迎。嘿嘿嘿嘿嘿。哎呀，王兄真是好卡之神哦！王兄府上挂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乃是小弟他喜呀。哦，乃是王兄接机呀，不是去的是哪家千金？哦，你问的是哪家千金啊？啊！头上元宵观花灯，遇见一位美佳人，我与他一见举中情，我马上将他牵回。我马上将他请进门啊！抢，请！好，请。这位娘人不答应，君子不得这位不答应，啥不是他会在我面前哭一句，我还要考虑3天才成亲啊！王兄贵等奉喜事，我昨夜贵等早不应。什么
手，张牙不少破枪一束身，抢了群贼忙逃奔，有人快进真火神，匆忙进王府门。长进我讲，马玉啊，有人请你快点点啊！不对，不对，他话中的词，分明是在说我。想我抢过多少女人，从未露出。待我问问你，左兄啊，那老夫抢的是什么老人？是我爷的追本啊兵，追文兵是个男子汉，老虎男女分不清。听他话中是你，不比我也讲的是追文啊兵。哈，哎呀，既然王兄你家追文兵抢进府，那好，小弟我就先告辞了。左先生，请左先生啊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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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恰是为何？左兄啊，那追文兵昨夜当真乱扮女装，前去管得。是啊。妹妹怎么了？哦，一定是你家追文兵送进你妹妹的闺女去了。小贼，你因我得不了啊！望天宝啊！
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！啊，大爷，哎呀，你还要添双鞋子啊？真的？哎，天哪！我倒有一计在此，小子。当代天里从天将星光降来常回放。妹妹啊，妹妹啊！哎呀，公公你早。哎，走。大爷你好，早啊！如此漂亮的身材，怎么会是周文斌家吧？哼，西西上了肚子上的当。公公，请坐。走。大爷请坐。这倒是算风名是暖，妹妹呀，公公，你怎么手啊疼疼突突的？妹妹呀，你知道她是谁呀？头府店的许大姑娘呀。许大姑娘。咦，不是你自己对她上来的吗？怎么反而分起我来了？幸亏妹妹还不知道，等我带她下楼。来，随我下楼。慢啊！公公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累她多是几妹妹呀，这次下去要不得了了！来，随我下楼。既是此，小生告辞了。你是何人？江南在此周文斌，昨夜逃到州中，还请王兄原谅。你怎么这么病啊？且慢，公公，你好。马上公公他不认，为非中的黑水
低层出过一部门，不好男人说句话，把不知把官司赢，清房里多称赞啊，什么是三生四的三生的贵千金，情深名深陪你玩，送妹妹穿丝挑着媳妇，哎呀妹妹，也洗不清。请老夫人。哎，兰香，哎，兰香，兰香，兰香！哎呀，妹妹呀，我要早知道他是个哪里，就是杀不得，我也不会带他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呀。你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天宝，哎，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这位姑娘，你是何人？为何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母亲，娘个娘，母亲，娘个娘，母亲，哎，究竟是为了何事啊？母亲，她是暖本女长，对所以哥哥将她留在女儿房中。已经黄土怒气生，
情，千错万错是哥哥错，是不必管。到了小姐对房内，你不舍真情，为何应？到了妹妹归房内，我说真情又为何应？小生生是张金生，岂不是忘了小姐好名声？把男人藏在闺房内，还是姑姑抢进门。此时倘若转阳开，王夫颜面要对关情。唐人传阳开，才是要传遍杭州城。为了顾及王秀英，可怜可怜我最文病，从夜夜小不成睡，今日晚上开公门。你是最文病，真是想不到他是最生病。当年曾泪是不情，真是冤家压如风。当时你可心能举动身，这公子谢帮母，这公子。你本相爱的才子，道德文章甚洁净，几位小儿来无强，此事我也不追根。天宝，送他去马。自从昨夜为将进门，家中定断将我心，今日居转为家去，家母定了文原因，我实将张金收他来。叫我今后怎说声？我这不把真情深，欺骗不清我小人，我主言有言难，请老夫人来自明。话中与我常分离，莫非是小生要不去修营？王家高位最佳的，怎么婚姻不相称？这公子大梦，想你暖班女装，里面有14分，传扬出去要断送你的前程，我看此事不赦也罢。天宝，送他。
娘哎，娘哎！提起那故作自山，要转千个树与林，装在已经上门来，我的是大义不正经，他定要大街小巷贴传单，将菜子传了杭州人。一步比拼，一步棋。官路上塞车程咬金。母亲，这仗是已闹翻天，要想水城翻不能，女孩敷衍我世上。妹生前堂了三生。快去把做慈善请来。他要是不肯来你，即使用八雷大将，也要把他抬来。哎呀，哎呀！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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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喊大叫的为了何事？禀老夫人，大花驾到，他花轿启禀老夫人，全副仪仗到。全副仪仗，是谁叫你们教的？不知道。这天道又是谁让你们设置的？大爷今天要与徐大姑娘背大，随我们去。哎呀，这是荒唐之见！你们大爷审理，到处不见。快去寻来。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官司做之上来了，禀老夫人，张监官和刘爱领导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因大爷大喜得来拜贺啊！这是谁发的帖子？不知道，请他们到客厅奉茶。是客厅奉茶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做子上来了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周大爷。老夫人，审理。老夫人，周大爷说不开正门，他不肯进来。好，开正门。是，打开正门。周大爷，哎，周大爷，老夫人，哎，开了正门，为何万不见神？老夫人，周大爷说他追出沈家了。正说追出沈家，他是王府指使得力，说非追出沈家，怎么不见老夫人亲自相迎？好厉害的一个做知上。好，据说老身亲自相迎。是，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周大爷，帮我在上亲自小这一礼。哎，帮我真是讲这
人颜值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不虚传呐。八某府上挂灯结彩，想必是八某身带之己。这颜子真是读书读得多，了字写成科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哈哈，原来是一个大大的喜字。这喜字嘛，不是琳琅成昆，也是临爱一归。这都是闹出来的笑话。婚姻大事，岂可儿戏？故而请颜子到来，官为大事，弥补过错。弥补者，弥而不知，自己不为补，请个随风来随便补一补，不就完了？何必用不成大轿把小者请来哦？这是老兵做小计，一个有趣，一个新意。做颜子，八某。追问兵挑着我儿对他设府门，阴差阳错闹笑话传出去，庭外我家好名声呐。堂堂兵书上是大公子，今说还为男生女生分不清，王老虎强情深深恨，谁领了多少女孩子，他塞了多少好夫妻，痛杀了多少不如情。我已经先拜拜一门长，要做夫妻来当君臣，当君臣。这颜子千万不能提，千万不能提呀！看在老身份上，你就将你的好友追文斌带回家中。此事我不言，你不语，岂不两全其美吗？你要我做姿赛，闭口不言。这张丑事嘛，就这样折盖不去啊。是啊，八某，你这事一衰败，怕是当不成了。恰是为何啊？你看啊，你儿昨日强征进府，今日府上挂灯结彩，喏，外府泥上摆放在门外，那些配马匹的官员呀，都纷纷起来欢喜啦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李将军就见。他来做什么？因大利大喜都来拜我。请他到客厅奉茶。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沈大人已早已死前了回西。都请他们到客厅奉茶。是。八某，既然你府宾开营门，小人我就去告辞了。燕子慢嘴，燕子慢嘴。恰是为何？我儿说实话，我儿心燕子相依两茶，应该这事呀。现在八某只是快得出我脑中。好，那我就来替你出个主意。燕子快讲，既然你府宾开营门，当然是要办喜事的喽。办喜事，这办喜事嘛，不知孩子成婚，便是女儿出嫁。我女儿是没结过婚啊。当然是家来才是最稳定。事到事情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兰香，请小姐周公子来见。是，也请小姐与周公子。
兄，你怎会在此？小姐呀，靠你的福，是负责把这大雕赔了母亲，唤女儿出来与我吩咐。儿啊，为娘做主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周文斌，你意下是何啊？母亲，多寡公配皇堂，将公子亲手在儿身旁。公子他从小端坐在闺女旁，自受他里生敬仰。真乃是婚姻，他是非孩心弯曲，为他只因放空当。我儿身有礼，你暂且退下。做严惩八目。千里远一线线，繁星着中为神。是与王，从你家中美神，欢喜着美神仙。好，今天我就来做一次美人，是次快起来哟！这一段万句老中没有猜。小子，周兄，小子呀，八某有意将他的千金许配于你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小子实在是高攀不上哦。小姐她有才羽毛，最胜的才不小，文斌我爱他才毛毛，我也曾托美求亲做月老。望天宝从中来做根，说什么谁家的来往家高，说什么文斌是个穷秀才，说什么金枝玉叶在路边草，今日里要向文斌云婚事。望天宝必须当面来讨娘。对，这吉林关系西林镇，依我看呀，是要望天宝出来当面陪你讨亲，叫天宝来陪在，岂不令他难看？那，事到如今还要宝贝他那宝贝儿子，嘿嘿，依我看呀，
要不是你凭着股份宠爱于他，他也不会做出今天这种丑事，也不会败坏你王家的名声。哎，生出这个孽子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来人，老夫人，快去把你家大爷招来。是。哎呀，哦，哎呀，这，老夫人，大爷他来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竟做些荒唐之事，连为娘都难以做甚。如今周大爷替你这仇，你还不快上前谢过？哎呀，我气呀！见过族兄。哦哟，这位神兄，你是谁呀？王天宝。天宝！哦哟，天宝兄啊，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哦？啊？周大爷，我家大爷他刚刚躲在厨房外面个稻草堆里。去！啊，那，难怪呢，都是稻草呢。天宝兄啊，这一天不见，你怎么矮了一截了？你这只黄老虎怎么变成会着魔了？惭愧！王兄啊，你明知道抢进来的是个男生，为什么我要花椒发帖子，闹得不可收场啊？我没遇过花椒发帖子呀。哎呀，是的，你母亲啊，为了你妹妹的名声，为了你王家的脸面，要我做媒，将你妹妹许配给周文斌。可是他不答应。他一定要你做什么？当面赔礼道歉。不愿意。那他就不成婚。你想啊，你父今日宾客盈门，你那抢出人的丑事哦，要在别行奏成。我看你呀，今儿怎么做神？我。这怪我吓了你，抢了个男人回来。今天我要当面举娘，哎呀，许的！不对！哎呀，文斌老弟，这怪我初抢你回门，今日你娶了我妹妹嘛，你也不去快点啊！想当初我托人做媒，你从中作梗。当初不是当初，那么今日你今日么是今日？今日你娶了我妹妹嘛？这乱七八糟的事情嘛？就这么问过去了。哼！你不要不要问，雨水好像过光阴，且好表度不虚神，不穷对当皆得赢啊！都是你主张去了的，就是你父母平生上交我劝你，浪子为对跨为真，跨为真。实在抢出什么啊？这副妹妹来家神。
兄，你说一说了，我们骂也骂了，这张婚纸嘛，你就勉为其难了。哦，此次共进不是聪明，拿来进步岳母。岳母大上在上，虽小婿大礼传拜。那快起来，我给新公主演这场，新公主胸膛嘞。这真正的美人呐，乃是你的舅兄王廷宝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曹专员请将军前来请。这演着，宾客进门是否是好？哎呀，这有何难？那就让新人列举北大成婚。族兄，小弟我不有结果啊。这有何难？王兄，你不是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吗？此言须快去跟问先锋。来人，在。今生我女儿出阁，乃是大喜事，请诸位宾客听好饮酒。是，品尝饮酒。这言着，这张礼请谁来当你？好，今天我好子做到底，这灾礼嘛，还是由我来打。劳烦言着了。师兄，左兄啊，这传达什么传单呀？哎呀，就是我出墙追文兵的传单啊！那些传单嘛，跳出去了。没有，喂，没有，没有句话，没有句话。哎，那是谁雇的花轿发的帖子？是我啊！做子是让现在那些被打真话。三女，做子三女。哎呀，哎呀！一买天地，二买高堂，夫妻对拜，新人别负母亲。大爷，哎呀，大爷，哎呀，你怎么送传单来了？王老虎强亲，出墙追文兵，府内陪妹妹，催命鞭好成，做子三，你发枪追夫。